分鐘。尚有30秒。10秒。出賽馬匹已經入賽閘，準備。一出閘見到都幾齊，力推幾步3號馬稍為快啲，喺外檔嘅7號馬亦都相當之快。9號過咗1號喺第一位，守住第2位嘅8號逼到前領馬唞唔到氣，8號跟住前面嗰隻嚟跑，9號仍然領先半個馬位，9號同8號鬥到天昏地暗，前領嘅一對馬廝殺到難分難解，頭一堆馬9號仍然處於領先位置，而家見到後邊嘅7號馬開始腳仔軟，擺前嘅9號馬俾8號逼到斷你咁滯，9號馬短距離佔先，後一閘馬開始發力上前，8號力逼大頭馬，幾匹馬拍住嚟鬥，接內檔嘅8號開始踩油衝緊上嚟，殺到爆炸彎，8號俾外檔嘅馬過咗頭兼食埋佢個位，8號3兩下手勢追過9號，黐嚟嘅9號，8號擒過9號，有一個頭位優勢，而家帶頭嘅仍然係8號，9號喺後邊知道佢實一實，7號3兩下手勢追過8號，7號擒過8號，有一個頭位優勢，8號砰砰聲飛緊上嚟，9號3兩下手勢追過8號，8號幾個急切飆上第2位，8號喺外檔左轉右踏殺到上第2位，漸漸逼緊前領嘅9號，9號頂唔頂得住啊？去到最後200米，後一個馬位殺緊上嚟嘅係8號，跟住之後嘅係1號，哇！9號同8號鬥到日如無光，帶頭嘅馬飛咁快，8號跟冷冇力，俾9號頂啦，去到最後200米，9號頂唔頂得住啊？5號雷霆萬軍之勢殺上前列，哇！9號同8號鬥到日如無光，後個半馬位殺緊上嚟嘅係8號，跟住之後嘅係5號，5號嘅騎師開邊狂抽，外條嘅一閘馬雙計開推步發力，哇！5號發癲衝前上到第2位，終點前9號臨一步過咗5號，5號第一，終點前5號壓過9號跑第1，5號第1，9號第2。